强度风台倒数落这几点钟，风台中心移动了真慢哦。暴风圈可能会伫下晡接触到刘恒村半岛的陆地。早起哦，屏东的雨是一阵一阵，沿海的风影嘛愈来愈大。后壁雨渔港哦，渔民是来固定渔船。垦丁南湾的海边啊，嘛已经插红色旗仔来警告。咱来看现场记者的报道。协主报记者即马就伫咧屏东垦丁的船旁桥附近遮，会使看到记者背后遮呢风影目前是愈来愈大。受到风台影响呢，这个三面环海的屏东恒春半岛透早西边呢雨是有较细阵，但是呢来到南边甲东边呢，这风雨就较明显啦。啊，烦恼这个风台影响行程，大部分的游客伫前2天就已经离开垦丁。但透早行路顶悬呢，虽然是无啥物游客，但嘛有今仔日准备要离开的香港游客，拄啊是把握时间去海边甲风影翕相，来听看因的感受。最初有点担心，但是在香港也有台风的经验，所以也没有问题。所以不也是快一点离开这里比较好。目前垦丁沿岸的沙滩拢已经插红旗管制，海巡人员嘛无定期伫巡逻，确保游客袂乌白走入去沙滩来耍水，也是去看影哦。烦恼风影变大，这后壁乌渔港的渔民一透早嘛去渔港巡看渔船敢有白雨岸，就惊锁啊转去。因为风台行的速度有变慢，估计下晡暴风圈才会接触到恒春半岛，到时阵风雨会更较明显。嘛提醒居民甲游客嘛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以上是恒春目前上新的状况，将时间交予主播。